大家好啊，又嚟到星座故事時間啦。今次呢，我哋將會講天秤座嘅。天秤座代表精確、和諧、不偏不倚嘅均衡感。天秤座個性穩健而理智，有優秀嘅平衡感同公正嘅判斷力，善於協調。喺相反嘅意見入面，往往能夠擔當起調停嘅責任。有時做事棱無兩可、優柔寡斷，怕得罪人而意志不堅，但係佢哋氣質優雅、正直平和，頗受異性嘅歡迎㗎。佢哋亦都對美學有良好嘅觸覺，好適宜從事藝術嘅工作㗎。講到天秤嘅來源，就不得不提一個人物啦，佢就係正義女神阿斯特利亞。阿斯特利亞係一個公正嘅判官，佢幫人們排解糾紛，區別善惡。因此，由於佢嘅清廉正直，所以深受人們嘅尊崇。凡係唔能夠解決嘅事情，都會由佢嚟判別嘅。當時人類靠住狩獵、採集野果嚟過活，生活過得極為單純，好少會發生糾紛嘅事情㗎。若果有糾紛，阿斯特利亞就會用佢嘅天平嚟公正處理，並且將事情嘅始末解釋清楚，讓人們了解到真相，令到糾紛嘅雙方化敵為友。咁喺好耐之前，當普羅米修斯盜取咗天上嘅火種到人間，宙斯為咗懲罰人類，就令眾工之神用泥土塑造一個據講係地球嘅第一個女性潘朵拉，讓佢嚟到普羅米修斯嘅兄長亞庇密特斯嘅地方。潘朵拉由於受到諸神嘅祝福，令到佢成為咗最完美嘅女人。而潘朵拉亦都唔肯聽從普羅米修斯嘅勸告，而跟米修斯嘅兄弟亞庇密特斯成咗婚啦。潘朵拉有個所謂嘅潘朵拉的盒子，據講盒入面有住世間最嚴苛嘅詛咒。潘朵拉由於太幸福啦，總覺得生活入面好似缺少咗一啲嘢，令到好奇心重嘅佢，終於有一日忍唔住要打開嗰個盒。於是所有嘅病痛、戰禍、災難，亦都化做恐怖嘅幻象，飛向世界嘅每個角落。人類燦爛輝煌嘅黃金時代，亦都就此宣布結束啦。雖然正義女神阿斯特利亞努力咁去為人們化解糾紛同埋仇恨，但係仍然冇辦法消除人類嘅貪婪同衝突。於是阿斯特利亞好傷心咁話：自私、仇恨同埋再貪婪會毀掉咗我哋嘅世界㗎。親愛嘅人們，放低你哋嘅慾望啦，讓愛同祥和充滿呢個人間吧。然而人們亦都冇聽佢嘅勸告，反而變本加厲咁樣，令到世界充滿咗罪惡、仇恨喺每個人嘅心中滋生。後嚟甚至最終組成咗小集團，各自為政，慾望不斷咁樣膨脹，衝突不斷咁樣擴大，終於引起咗戰爭。正義女神阿斯特利亞再都冇能力化解人類嘅紛爭啦，因此佢只好勸人們講：用暴力獲到嘅嘢，將會俾暴力奪走，唯有靠自己努力得嚟嘅嘢，先係真正屬於自己嘅。親愛嘅人們啊，和平先至係世界上最有價值嘅嘢，捨棄慾望啦，共同嚟維持和平啦。但係呢啲語重心長嘅話，已經冇辦法打動人們充滿慾望嘅心啦。正義已失去咗佢嘅力量。阿斯特利亞喺心灰意冷之下，只好帶住天平返天上。呢個就係我哋所見到嘅天秤座啦。